广播剧为家庭开始，关怀本教基金会伫咧中华的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“阮兜讲台语”的活动，邀请台语家庭来分享学台语的过程甲心得。现场也有台语词啊，加囡仔歌跳舞的活动，互民众加囡仔若佚佗若学台语，落实台语正常化、生活化的目标。 轻松趣味的囡仔歌跳舞，台下囡仔人拢跳甲真欢喜。阁有台语词啊，斗图过关、动手 DIY、切草的活动，要互民众拿耍拿学台语。有做个图的，阁有甜啊，阁有螺啊，阁有鸟啊。啊，因设计是用张图吼，啊凹凹会当做一本小小的册，啊内底阁有白话字，啊阁有台语文安尼，啊对囡仔来讲是伊会当接触到无共款的语文。为着实践用台语过日子的目标，提升民众的语言意识，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“阮兜讲台语”的活动，除了有各种的台语单位，佮邀请台语家庭来开讲，分享学台语的点点滴滴。我等下就要分享一个台语小课。 我准备1个月。因为我本身的母语就是台语，所以我感觉我的囡仔理所当然应该会晓讲台语。就是开始伫咧网络找资源，开始组织共学团，开始营造台语的环境。若是大人有要紧讲咱的台语，互囡仔有机会听，大家拢继续讲，我想咱的台语一定会当佮恢复起来。 关怀文教基金会为3、4年前就开始鼓励民众伫厝内讲母语，目前已经有500多个台语友善家庭。文化部嘛为今年开始实施台语家庭计划。基金会表示，透过民间甲官方同齐拍拼，相信会当互台语家庭开枝散叶，愈来愈大拍卖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